大家好，今日咧就係星期日夜晚，咁就聽咗一段新聞嘅評論，就有關呢個美國對格陵蘭咧，就希望丹麥就賣咗，或者用各種方法，總之就係要佔領咗丹麥。咁而家咧就丹麥又派出兵，歐洲又派少少兵，就上格陵蘭，就當為一個保護一個 physical 嘅地方嘅一個動作，擺咗個態度出嚟。而美國咧就向歐洲不同國家都加關稅啦。咁睇佢個樣，其實可能都係想希望就其他國家就要勸下丹麥就放手啦，唔好搞啦，搞到我哋都雞毛鴨血，不如你就俾鬼咗呢個美國佬算啦。咁又有啲人睇法就話點解無端白事就要美國要格陵蘭咧？其實又追溯翻歷史咧，原來喺100多年前咧，唔同年代嘅美國總統都曾經想話要，但係咧就冇真正咁樣攞到啦。咁又隔咗好幾十年，呢個阿 Trump 咧又再攞翻出嚟。咁當然嗰個時代同而家嘅時代嘅睇法又唔同。又有啲人就話：而家咧做咩 AI 嗰啲 data center 咧，用電成本咧好犀利，又有啲 GPU 咧發熱咧又要冷氣，所以如果咧喺格陵蘭起 data center 咧，咁就最好啦，又有天然冷氣，個溫度都係0度。咁呢個係咪一個真係嘅叫做咩話美國策略咧？咁我又覺得，咁美國都有阿拉斯加啦，阿拉斯加咪一樣咁擋。你喺阿拉斯加喺 Anchorage 起個 data center 就拉快把又好，用下呢個Elon Musk 嘅 Starlink 又好，咪將啲 data 又射翻去你邊啲大城市都得啦。呢個冇乜大難事，但係個問題。又有啲人就話，可能就係希望就係可以攞埋格陵蘭咧，就可以封鎖到蘇聯嘅呢個海軍，同埋第時咧慢慢就會啲冰山融咁就呢個北落鋪嗰個航道咧可能會通暢嘅。如果一旦嗰度通暢咧，哇，就肯定可以慳翻好多時間，唔使跨越咁多地方，全部就經北極一個咁就搞掂啦。咁就好似又成理喎，因為大部分國家其實都係喺北半球嘛，係咪？北方好少啫，喺度係東南亞嗰扎啦，喺赤道啦，跟住就係喺南邊嗰啲咪得到澳洲啊、紐西蘭啊、啲阿根廷啊、智利啊嗰啲喺南美洲下邊嗰啲咧，其他嗰啲就係啲細嘅島嶼啦，跟住就到非洲個 tip 嗰啲咪係即係南非係嘛？所以相對嚟講，大部分世界多人口嘅國家咧，發達國家咧，其實都係北半球。咁如果一旦北冰洋係會溶解多咗啲水道咧，咁呢個咧就發達啦，真係唔使開蘇伊士運河，又唔使開咩巴拿馬運河，全部就喺嗰度出車咁轉就搞掂。咁呢個係咪阿 Trump 要諗到嘅方法咧？唔知即係你話阿 Trump 有講過，如果我唔搞就俾蘇聯同埋或者中國借咗格陵蘭㗎啦。早多年前咪格陵蘭咪有中國商人咪同佢哋洽談，就開採啲礦床咁樣，不過就和咗啫咁呢個世界咩都有可能啦至於係咪蘇聯或者係中國定係美國，其實就係而家就係邊個有個武力戰鬥能力就話事。黑社會年代就唔係講同你喺度飲杯茶食個包傾掂佢，而家就係有乜嘢有立架撐所以世代唔同。咁但係我哋而家活咗呢個世代，雖然就100年幾啫，咁但係呢啲咁嘅亂局，你都唔知對我哋咩影響即係而家實質嘅可能就會影響到所有啲叫做生活啦，物價又飛漲啦咁物價飛漲，如果有戰爭，咁就又影響到呢個美金又升啦，美金升睇咩國家啦，又會影響。咁但係喺加拿大而家就啱啱就同呢個中國咧又開始傾下偈，又話容許佢有1年49000架電動車。呢個大陸又容許呢個有呢個canola oil 咧就免咗啲稅啦，係咪可以再重新可以出口到去中國啦？咁各方面咧好似緩和咗，但係呢個係表面上，好多人咧就話你加拿大話就話唔想成為美國嘅第51個或者52個州，而家你咁樣咪又係喪權辱國，就變咗中國嘅一個省啦。因為而家中國話就嚟俾你去呢個免簽證嘛加拿大 passport 免簽證，講住先。但係呢個係咪真係有利咧？同埋中國對加拿大嘅影響往後
會唔會令到美國會更加會又用一啲乜嘢嘅經濟制裁啊影響到咧？其實加拿大到而家都睇唔到有咩真正嘅方法。如果你要引入投資首先你睇翻能源啦，你睇翻可唔可以做一啲引入一啲其他嘅資金咧，將以前有啲咁嘅工業咧，我哋加拿大冇嘅譬如呢個木材啦，將佢啲原木材變為一啲木材嘅 2x4 啊，呢啲咁嘅材料啊，3x6 就 2x8 啊，將佢全部切晒先至賣啦或者係做一啲叫半製成品，我哋叫做就算你肉類都係㗎，我哋有啲省份係有呢個草原有畜牧可唔可以做啲處理一啲屠宰之後做一啲高一級嘅產品，唔係就咁樣成隻賣咗去咧。有好多嘅生意就算你喺遠在喺呢個 Halifax Nova Scotia 呢啲地方有龍蝦會唔會引入啲資金去做啲canning 去做罐口或者急凍而家啲嗰啲高級嘅急凍冷藏法好多，將啲產品咧就可以 preserve 得保障得，又唔需要落嗰啲特別嘅化學原料，而可以用一個急凍嘅高級急凍嘅方法，將佢可以 home 嘅 preserve 咗，可以擺1年2年都冇事嘅咧。而家係有呢啲技術㗎嘛咁呢度啲都係對加拿大可以有外資投入啦，增加工作職位啦，將現有個產品咧優化啦，或者再變為一啲可以賣得更值錢嘅產品啦。呢啲都係對加拿大嚟講往後嘅真正要點樣安身立命嘅方法呢啲就我都係呢一排諗到，但我又咩人微言輕，又唔可以講到啲乜嘢，只不過就係話分享下意見咁解嘅啫咁好啦，今日就講到咁多，好，拜拜。